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南美洲友邦巴拉圭传出受到中国压力，恐惊甲咱断交，也毋过巴拉圭总统贝尼亚今仔亲身率团来台湾访问。爱尔利伊美集团传出偷袭总裁上路山顶3个人，红申请羁押禁见，总经理是500万交保。爱尔利嘛表示讲会全面退回。公司董事长吴元辉和国民党立委罗志强赶出立法院，文化部长李元抗议，新的工董事会还未成立，讲伊阁是公司的董事长。再看中天电视台记者兼主播林成佑涉犯渗透法定罪，检方调查指出讲，伊协助中国乌西阿兵哥偷摕机密，摕中国的钱为中国宣传，打击咱台湾的政府甲官员。检方是针对林成佑甲来军人来提起公诉。林成佑涉犯渗透法洗钱甲乌西，分别互求刑5档到7档哦，是揪出17档的有期徒刑。社群平台分享日常工作情形，前中天记者兼任主播林信佑，敢若长期接受中国资助做白手套。乌西国军官兵、海巡人员偷摕国军作战机密，交土地检署调查了后，7日宣布侦结，对伊甲6个现体军人提起公诉。自播这个反对罢免案的影片，在电视台还有社群媒体中发布，内容涉及反对罢免案之宣传。借以达到影响反对罢免案投票结果，收取渗透来源虚拟货币4325颗的资助报酬。除了这部网络节目来引导罢免案的行向，检方调查也发现，伊长期甲境外敌对势力集团4、5个成员合作，提供家己口座真侪乌西资金管道，用钱引诱军人拍投降影片，进而吸收军人交这个公务军事机密，约定将军方内部相关军事公务机密及电池记录以手机拍摄后，透过通讯软体传给境外集团成员，以此收受对价。林信佑不法所得含嫌机械被大约30多万，检方认定伊涉犯反渗透法、洗钱甲乌西3罪，各求刑5年到7年，会揪处7年相当徒刑。收钱的6个现退役军人因为交付秘密文书甲拍投降影片，也依照个案法起诉，并且见请法院将当量刑。除了4个嫌犯，在押林信佑这6个人，切实的疑心交头地方法院由院方来裁定是毋是接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前一站传出因为中国压力，恐惊会甲咱国断交的南美洲友邦巴拉圭总统贝尼亚带团来台湾访问，伫今仔透早4点35分飞来台湾咯。外交部长林佳龙亲身去机场接机。这是贝尼亚2023年8月份就任以来第2届来台湾访问，总统赖清德明仔载以军礼来迎接，颁采约大勋章，感谢贝尼亚对两国邦谊的贡献。今仔下晡访问团会去台湾科技大学，贝尼亚是得到英语博士的学位，一撮当地企业团嘛做伙来访问，会来办投资说明会。之前因为风声讲中国是巴拉圭甲咱国断交，外交部是表示讲两国建交69年了，贝尼亚面对压力坚持来台湾访问，这嘛是两国友谊坚定上好的证明。再来看5月中特别举办传习会，会影响到印太局势的发展。外界嘛预期讲会来讨论经贸、芬坦尼甲稀土管制等议题。咱国国安局长蔡明干是分析讲，美中有真侪争议的议题，第一期是拢真歹解决。美国嘛表示讲会讨论到台湾的问题。蔡明干嘛强调讲，美国方面有透过无共的管道来强调讲对台的政策无变，咱国安局嘛继续关心。总统赖清德出访10月底年，中国足生气，特派解放军的军机歼10、歼16，还有无人机出海，结合军舰对台湾进行联合战备警巡。国防部掌握到，拢总有22架军机，其中有18架飞过海峡中线，还有延伸线，进入台湾北部、中部、西南，还有东部空域。加上军舰6架，公布船1架，甲台湾包围。今仔对中国后礼拜传习会了后，是毋是会对台湾采取军事动作？国安局长蔡明干提出观察的指标，包括有5月中旬的传习会，以及后续520的总统就职2周年，那还有今年下半年中共例行性军事演习的时程，再加上11月份还有中共担任 APEC 的主席国，所以我们会把中共对台施压的一个样态手法结合到刚刚提到的时间节点来做一个比较。
后礼拜川西会会牵动印太区域局势，蔡明间分析经贸议题是重点，不过双方也有真侪争议的议题，第二内底是恶解决，所以研判川西会主要是要管理，不是解决问题，美中呈现脆弱的稳定局面。另外一方面，川西会嘛讨论台湾议题，引起朝野的关心。蔡明间嘛指出，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讲到，无希望台湾、印太发生破坏事件，欢迎美方对台湾的政策无改变。这一次5月中的川习会是第一次，他今年后面还有好几次，所以第一次他很有可能只是在铺陈一些基本的立场。那后续的川习会实际的状况怎么样？这也是我们后续会在持续追踪跟观察的重点。当然，希望我们希望能够劝导美国不要再挑衅各国。就像你听到美国在台海挑衅，你会有什么看法？我想美国在印太战略里面，他一直希望是维持区域的稳定的现状。谁在台海挑衅？那我想，中共在区域里面的军事扩张，应该是主要的变数跟主要的冲突的根源。针对各方特别条例协商破局，立委就关心讲，若无伫咧川习会正通过，影响有偌大？蔡明间表示，若外界会质疑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嘛可能会影响到区域联防出现破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立委罗志强早起伫立法院质询的时，以今年1月公司法已经修正甲延任的条款提掉了，所以讲欧元辉算是前董事长爱伊离开。欧元辉伫离开议场了后，表示讲真遗憾，也毋过尊重立法院的决定。文化部长李婉虽表达抗议，强调讲立委甲董事长赶出去，新的董事会阁无法度组成，到底是要安怎办呢？元辉可能要麻烦您先离开我们的这个立法院，你是前董事长。文化部甲立院教育文化委员会报告业务甲顺达，公司董事长欧元辉甲公共集团成员列席才开议。国民党立委罗志强以停事问题要求欧元辉离席。罗志强讲，公司法已经甲延任条款提掉。欧元辉是前任董事长代理主席，国民党立委罗廷伟请欧元辉离开。欧元辉行出议场了后，表示尊重立法院的决定，不过表示遗憾。法理的基础上，同时也是为了公视发展的一个权益以及全民的权益所做的一些相关的作为。那有这样的情况，当然是蛮令人遗憾的。欧元辉强调，考虑公司发展甲全民权益，董事会所做的相关动作是伫法律基础上引用财团法人法运作。文化部长李婉随后顺达时表示抗议甲遗憾。我首先非常抗议胡董被赶出去，因为他目前还是公司的董事长。因为按照台湾法人法，在新的董事还没有成立。没关系，先回答我8位理事，我那个部分是我们的程序问题，已经既成事实。你先回答我8位审查委员集体辞职。OK， 这个创下我们公共电视到现在最大的一个案例。李婉强调，过去公司捌2届任1000天才产生家己的党干事，成为制度本身互相背隔，希望伫家己的手头转来到制度本身。审查委员代表社会公正人士，是安怎来转来听政党的指挥？至少我们社会还有制度，还有公平嘛，这个道理很。部长加油！李婉讲，甲董事长赶出去，新的董事会阁无要互因成立，到底是要安怎？那行政院已经去函立法院，请在野党阁再派8个审查委员，家己的真愿意嘛真有诚意来沟通。记者综合报道。连锁医美集团爱尔利发生偷袭的事件，安装监视设备的厂商亲像是接到指示，赶紧甲中部医百分店的监视器拢拆掉哦。今仔是有被害人出面讲，伊会追究到底。爱尔利嘛发声明强调讲，会全面来退费。我觉得监视器放在整间我可以接受，就是有医师那个咨询的整间，然后如果你真的在咨询过程中需要多一次的话，就是大家联系，所以大家都可以接受。但治疗室这种就是没有办法。目前诊所反映呢，他是说有些诊所是说他不在这个名单内，他认为说他没有出示，但在刑事侦办上真的有架设针孔摄影机的话，那其实诊所都要负场所管理人的责任。
检警昨搜查新北市4间分店，躯提集团的创办人尚如山、市中的特别助理助理员，佮细家的厂商3个人到案，嘛约谈细楼的总经理，检方透明核实3个人是互升压禁见哦。也毋过细楼的总经理是500万交保，欢迎下晡买来开羁押庭。来看台股的指数，今仔日盘中个创新高，起破42000点。台积电嘛创新高，盘中上悬嘛起到2345块。这2天的成交量嘛拢真高哦。即嘛有袂少人拢会用股票去抵押，佮投入股市。也毋过最近有投资人发现讲，有券商限制讲一日上济，敢来当借10万块。质疑讲，敢是金管会要求风险管控？也毋过，金管会注意批金量是背回讲，金融机构有因家己的风险评估甲限制。美国四大指数收盘创起的高点，台股初市搁再创新高，开盘41259点。早盘盘中一时冲起哩上悬42156点，头一摆徛起哩42000，接落来依次高点的震动，科技股带头起，中研大港的龙头台积电开盘了后，随冲起哩2345块，起95块。市场投资是愈来愈加压，不过各界也关注市场上过加压的风险。初市伫立法院财政委员会金管会主委潘金良表示，台股市场毋是无基本面天条例，另外无论安怎发展，一定会转来基本面。金管会也伫合宜的时机发挥主管机关的监理行为。现贷缩水到10万，而且借新还旧必进，有没有这回事啦？规定在这边，我们不会对日常营运活动去做任何的这样的一个这么细致的指导。证券公司再去跟人家要融资买进符合资格人，刚才讲说我没有额度了。那有些人愿意做得多，再来这他自己有自己的风险防控机制。市场也有投资人透过股票质押操作更怪，真正也有更商传出较大的额度要缩开。包含过去互看做是股票质押龙头的元大证金，也正是这礼拜开始，每一天质押借钱的金额限10万块。不过有缘提供借新兴具的服务，互市场关注，敢是提前预防崩盘断头的风险。这些所谓的质押的金额，5月中呢，基本上已经突破6700亿大关，也是创下史上新高，4万点，可能3%就是1000多点，1-2000点的波动行情是非常正常的，所以不要过度的冲昏头，而是好好做好资产配置的选择。我想对于券商来讲，他们也是呢适度的把资金收回。金管会解说，目前全部券商的融资总额平均，敢若到净值的1.59倍，法定的上限净值是4倍，也未到紧绷。金管会无加限制。专家是认为讲，市场风险的波动变大，也提醒投资人应该注意关卡的安怎走，避免质押的钱拿袂出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昨下晡，屏东的马家乡有人赌水哦，一个妇人人互救起来时已经无喘气了，1个月初1。另外一个水墙嘛，一个25岁查甫人哦赌水死亡。小联赛赌水的以外，公所是表示讲哦，附近是有禁止耍水的牌啊，也毋过哦是无法度强制。救援人员合力要甲渡水的民众搬落山送病院，因为山路坎坷，因一步一步豆豆行。初6下晡1点外，消防局接到通报，讲有人伫马家乡的草泥马水墙发生意外，随出动9车22人去现场救援。一名大约61岁姓张的查某人和朋友到遮耍水，煞去雨水引起，特殊人员对水底5公尺把人救起来，但是落尾送病院宣告死亡。下午3点32分将患者急救。救至岸边并施予急救。那患者已没有生命征象，龙泉救护车将患者送往龙泉荣民医院。还是直接接诊，绳子预备好了。不幸的是5月初1差不多的时间点，伫马家乡另外一搭西洋水墙嘛发生渡水意外，一位25岁查甫人去淹死，2个水墙只有离500公尺左右，已经是6天内底发生第2件渡水的情况。热人到啊，消防单位呼吁民众耍水要经安全的地点。马家乡公所表示，因拢有放牌啊，各地民众唔通落水，避免发生意外。夏天的时候会啊，因为可是我们其实都有告示哦。都告示不能入水，禁止钓鱼，不能下水什么。可是大家都没有在看，没有办法去强制游客的行为。但是因为我们也是碰到这个问题了嘛，所以公所也是会跑一个计划，就是让这边划定一个区啦。那他以后进去的话，就要经过合格合法的一个
马甲乡公所科长讲，事发地点的排湾村原底就是因的发源地，尤其是山内的水墙对因来讲，拢是生命的源头，算是因的圣地，所以当地民众袂落去水墙耍。未来拍算要使用申请的方式来管理，让专业人员陪伴进入，减少意外发生。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看台中的警方接到通报，讲有一个查甫囡仔伫超商在领钱哦，感觉怪怪，随去现场了解。这个囡仔是表示讲，伊伫网络顶头看到讲有人要送80支免费的手机，也毋过哦，着爱先付3万块的保证金，所以着摕厝里的人的提款卡去领钱，加再互警方主动。学者嘛呼吁讲，家长应该着爱注意下囡仔使用电子产品的状况。这个查甫囡仔领钱了，随互警察抓落来。你现在几岁？12岁。12岁啊？你刚才领钱哦？对。查甫囡仔只有12岁，摕手机互警察看伊的画面，表示伊看到社群顶有人为着庆祝有心，要免费赠送80支高阶的手机啊。毋过需要先支付3万的保证金，事后会退钱。伊随摕妈妈的领钱卡去领钱，伫个警察扣痕了后，才知影这是骗局。它上面写有那个。等下面，从下面看下面。啊，我知道，你应该是准备要被骗的了。对方要求先支付保证金后才能获得商品，警方立即说明诈骗手法，成功劝阻违法，并通知家长到场处理。根据警政署的统计，18岁以下儿少互人诈骗的人数，伫这5年内雄增加3倍。手路大部分是利用少年人对手机网络的内行。甲意内来达到诈骗的目的，亲像一夜式的网站，也是发送隔音片甲免费赠送，毋过会要求爱填个人的资料，也是支付保证金。学者表示，家长对厝内未成年人使用电子产品的状况，爱提高警觉。他重点不是在于他为什么那么爱用手机，他应该是说他其实在那个网络世界他是有一些期待，那有可能是在网络世界里面的同侪。那所以其实家长要全面监控，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不容易，是可以跟孩子共同讨论选择，还有包括是说，回家吃饭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手机配吃饭？学者表示，若使用禁止也是强硬手段，可能会引起更较大的反弹。建议把电子产品当作亲子开讲的话题，观察囡仔的情绪甲行为，再个用约束的方式，才会当确保正确使用电子产品。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媒体还有一寡消息指出，讲美国甲伊朗目前曾透过巴基斯坦的协调来讨论一份终战备忘录，准备要来收煞波斯湾战争咯。美国总统川普昨晚表示，讲伫过去24点钟谈判是进行了真顺利，有可能会达成协议。We've had very good talks over the last 24 hours, and it's very possible that we'll make a deal. Yeah. 根据几间美国媒体报道，美伊双方正在讨论一份14点终战备忘录，内容有解除部分制裁、恢复波湾航运，还有限制伊朗发展核武等议题。若是协议有成，会启动30天的协商期。Extracting the uranium from Iran. Yeah, we're gonna get it. How will 华尔街日报引用伊朗官员的报道，双方正在讨论的方案之一是伊朗先暂停浓缩铀活动12到15天，了后才允准伊朗甲铀浓缩维持伫3.67%的低浓度水准。目前伊朗已经储存大量浓度高达60%的浓缩铀，一般认为会当制造核武的武器级浓缩铀浓度需要到90%。伊朗外交部表示，德黑兰正在检视美方的新提案，预计2天内透过巴基斯坦正式回应。不过，伊朗半官方媒体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美方的条件有一寡真过分，阁不实际。伊朗当局已经对部分内容表示拒绝，不过也未进一步说明细节。伊朗首都德黑兰初六暗时出现大规模夜间集会，几6千人组织伫已经过身的最高领袖哈米尼纪念地4颗位啊。亚伊朗国旗甲领袖肖像画拍倒以色列顶口号，展示支持伊朗政权甲军方的立场。ترامپ جرأتشو نداره چون ما خودمونم یه ابرقدرتیم و دیگه فکر نمی‌کنم به ما حمله. 伫市場預計美伊可能特別停火了後，美國特強工業指數大起612點，或者油價要大落超過10%，一桶無到100塊美金，創下4月下旬以來的新低，了後閣豆起登去。公司新聞單手梅編譯。以色列甲黎巴嫩4月17達成停火協議，也毋過以色列昨煞個針對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南部來發動空襲，佮強調講因的目標是真主黨的大本營。另外，黎巴嫩嘛攻擊邊境的以色列的軍隊。
另外有一张以色列阿兵哥亲像甲粉点的放伫黎巴嫩南部一尊圣母玛利亚的雕像碎片的相片，伫网络在流传哦。以色列军方是回息的，嘛表示讲会来调查处罚。当咧停火期间，以色列决伫咧切勒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部发动空袭。这是4月17停火协议起稿以来，贝鲁特头一摆起予以色列攻击。法新社报道，这摆行动是经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还有国防部长卡兹批准的。目标是真主党拉德万部队的作战指挥官。甲真主党行真歹人士就透露，去互点名的贝鲁特指挥官已经互枪杀。然而，以色列军方甲真主党也未证实。停火协议起稿以来，以来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协议。黎巴嫩的国家媒体报道，以色列这摆空袭对南部地区厝还有基础建设造成真严重的破坏。真主党嘛发声明表示，已经对边境城镇内底以色列军队还有车辆采取报复的行动。另外，发生伫5月初，一个穿以色列军服的士兵伫咧黎巴嫩国内，把点倒的粉放伫咧圣母玛利亚雕像嘴边。这张相片切落伫咧社群媒体流传了后，互大家足生气。以色列军方对这件代志回息咧，而且佮讲，这个行为已经违反部队的纪律观。调查了后，会甲这个士兵处罚。以色列和黎巴嫩一直发生冲突，联合国呼吁保护公民甲基础建设，而且对起互攻击的黎巴嫩医疗人员和医疗设备拢真唔甘，而且嘛讲，以来战火会加强人道危机。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as so far recorded 151 attacks on healthcare, resulting in 103 deaths and more than 230 injuries, including 5 attacks since the ceasefire announcement on April 17. These incidents undermine people's access to care and place both patients and frontline responders at serious risks. 黎巴嫩总理切勒强调，黎巴嫩无求甲以色列变正常，不过希望会当实现和平。也若坚持停火，嘛会变作是未来可能伫美国进行新的一轮以来谈判基础。黎巴嫩上加要求就是以色列制定军队退出黎巴嫩南部的时间，同时黎巴嫩嘛继续推测武器统一管理的计划。公司新闻新录过编译。再来看洪迪亚斯号游船哦，标出讲船顶有8人去挖到汉塔北岛，已经有3个人死亡咯。船哦是准备要驶到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其中有3个病人已经先用专机送到荷兰去治疗。世界卫生组织嘛证实讲有一个瑞士的乘客验出讲是挖到汉塔北岛内底，有可能的人喂人的安第斯北岛，致死率是5成，这么悬。这个汉塔北岛感染的中心，荷兰籍洪迪亚斯游轮车落总算离开已经停3天的维德角，有个车9就去到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天尼利夫岛。船顶14个西班牙籍的乘客会送去到军病院隔离，其他各籍的乘客若准无镜头，就会送转去家己的国家。也若船顶3个来自英国、荷兰甲德国的患者，车落坐专机去到荷兰进行治疗。世界卫生专家指出，伫洪迪亚斯游轮头一个感染者，应该是伫咧上船进前就已经接触到鸟鼠等等的感染源。Donc le monsieur qui était sur le bateau, qui a embarqué le 1er avril et qui a commencé à être malade le 6 avril, n'a pas pu s'infecter sur le bateau ou sur une des îles. 世界卫生组织车落指出，洪迪亚斯游轮感染的相关个案已经有8例，其中包括3例确诊，也佫有5例疑似病例，已经有3个人过身。有一个捌坐过这只游轮的瑞士籍乘客，落船了后感觉无爽快就医，也验到汉塔北岛当中有人喂人能力的安第斯病毒株，而且致死率可能有5成。Andes, avec le syndrome pulmonaire qu'il peut provoquer, a un taux de mortalité qu'on estime entre 30 et 50%, ce qui est très élevé pour une maladie virale. Il faut garder en tête. 一个已经伫4月底落船的托尼基网红表示，就算4月12证实一个乘客死亡，也毋过船顶也是照常生活，完全无任何防护措施。Life continues. We again kept eating our breakfast, lunch, and dinner at the dining room all together, and it was open buffet. We didn't wear any masks. We were not told to wear masks. And they conducted group activities, lecture sessions, as usual. 世界卫生组织强调，虽然这届游轮群组感染有警示意义，也毋过全球整体风险评估也是低等级，呼吁各国以此监测，而且避免伤惊吓。公司新闻，景冠庆编译。
美国媒体 CNN 的创办人 Ted Turner 传出过身的消息咯，伊是食到87岁。伊伫1980年开创全球头一个24点钟的新闻频道，是媒体界的传奇人物。伊嘛是一个资深家哦，伊把关10亿美金互联合国。虽然美国总统川普这几档哦对 CNN 有真侪批评，也毋过川普嘛有破文来哀悼。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泰德·托纳初六传出过身的消息，食到87岁。批名是南方大炮的托纳，出世伫俄亥俄州，后来伫亚特兰大做生理，是美国媒体界上有争议嘛上勇敢的先锋。伊对老爸广告扛棒生理开始做，了后甲亚特兰大电视台买落来，而且伫1980年创立 CNN。伫迄当阵，互人笑讲是低成本而且看无够重的鸡汤面网络，无想到煞开始24点钟即时新闻的时代。托纳做人真阿萨利，想啥讲啥。伊知影伫商业电视体制之下，趁钱甲影响力才是新闻部门生存的关键。Hit on it, the whole network philosophy, all this BS about journalism. Journalism isn't what carries the day in these news departments. It's dollars, and dollars translate with ratings. 除了伫媒体界划水的建档，托纳也是一个资深家。伊伫1997年宣布捐10亿美金予联合国，用来支持全球健康、和平甲人权。予联合国基金会成立，就算托纳后来甲电视网卖予时代华纳，予伊讲失去公司控制权是一个错误。也毋过伊伫环境保护甲外交的独立，煞予人看做是伊留予世界上珍贵的遗产。He helped expand our reach and mobilize our partnerships, drive action on many of the defining challenges of our time, from global health to peace and human rights, and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planet. 托纳食老受到6亿实体失智症的困扰，有较少出来。伫伊过身的消息传出来了后，美国总统 Trump 伫社群平台大文特念，讲托纳是广播史上的伟人之一，也是伊的老朋友，而且讲伊食老的时看到亲手创立的 CNN 走岔去，真伤心。托纳丰富一生，看新闻、体育甲土地开发，毋但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佫较是一个不断挑战极限、见证历史的梦想家。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台北西门商圈6月1日开始就全面禁止食薰咯，所以有说3个府也要食薰区，互食薰的民众来使用，今仔嘛正式启用。另外，鸟鼠的问题哦，市长嘛表示讲，卫生局、环保局等单位会来提出防治的计划，民众哦嘛当来向市政府申请协助防治。台北西门商圈因为人多搁捌，二手薰四界团风险悬。台北市府为着达到无薰城市的目标，对6月1日开始，西门商圈要全面禁薰，沿途的菜牌仔提醒要食薰要到指定的区域。台北市佮打造3大负压式的食薰区，要甲食薰甲毋食薰的人分流。先选定包括西门以及中山2个商圈来推动，接下来我们也会一横一纵，也就是敦煌南北路以及信义路来规划几处的户外吸烟区。室内公共及工作场所必须要全面禁烟。当然，这一点台湾其实还没有做到，而且他们反对设置任何形态的密闭吸烟室，在户外采取定点吸烟区的一个规划。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5月是选择期，6月会开始取缔，希望会当予毋食薰的民众伫室外公共空间较袂受到薰的影响。各局处会结合日常巡查，各重点的时段宣导甲稽查。这个负压式的食薰区是台北市头一个创的。另外，最近阁有部分民众反映伫街头看到鸟鼠的问题。初市透早，台北市包含卫生局、环保局等局处进行台北市鸟鼠生态即卖状况检讨甲防治计划，市民会当向市府申请协助家家户户来预防鸟鼠。防鼠单步政策来取代全面性的投药灭鼠措施，那并在加强住宅及各类的公共场域，包含餐厅、饭店、小吃摊、市场、食品工厂等的环境整顿。为着防止旱獭病毒透过鸟鼠传出去，台北市府2月1日成立跨局处联络机制，针对环境全药啊，加强派人清洁消毒、清掉炭病源，也制作防疫的图，宣导防疫的资讯，希望会当解决鸟鼠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科航园区的台积电哦，等下去先进封装场，最近哦电缆线刷红透体，警方调查是发现讲，一个细装的包厢甲2个员工是太暗时人这个时阵哦去偷体，大约偷体500多万的原物料。检方针对2个主嫌是求出10档的有期徒刑，另外一个人哦因为欠部分的钱，所以是互求刑9档6个月。
将头家的电缆线袂记互购物商。这代志就发生伫家己科学园区长咧起的台积电工区，因为小山发生几户惊电缆线互头家的案件，警方成立专案小组，伫今年3月的时阵抓到头家电缆线的犯人，竟然就是工区内底的包商。上市公司报案电缆线遭窃，所以成立专案小组扩大搜证，发现本件为计划性、组织性的窃盗犯罪。立即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表示，姓曾的包商甲2名员工，自去年12月开始到今年3月之间，利用工区暗时工作人员较少的机会，偷家别的包商放伫现场的电缆线，计共有4成外公尺，每钱将近要500万。具体庄男等人到案之后，并查获电缆线一批。庄男等人也经法院羁押获准，全案移送嘉义地检署侦办。家己地检署指出，嫌犯伫指标性的产业工地来犯案，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甲产业发展，所以按刑法准强度罪嫌来起诉，并且求处3人10年到9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专案移送家己地方法院。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中央甲台南市政府做伙推动的国家棒球训练基地，今仔日亚太棒球园区启用了，有上先进的室内的练习场，那么做伙来了解。伫楼下坡仔声，总统赖清德、运动部长台南市长和各界代表做伙Q红布，宣布国家棒球训练基地伫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正式启用。这座基地对规划到落成，经过几啊10冬，总算完成。未来会由国训中心参棒球协会联手营运，整合国家资源，嘛代表台湾的棒球培训进入新时代。继续的推动总统的愿景，就是不只是把我们的训练基地、国家训练基地呢，甚至我们把它提升到亚太训练基地，为台湾以棒球来推动我们的外交，好好来营运。那对我们台南市的棒球运动，对这个场地的充分应用，还有对台湾的棒球运动，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训练基地内底设备真周全，园区包含新棒主副球场、2座小棒球场、甲3座练习场。另外，园区内阁设有独立的封闭式训练空间和练讲球的场所，彻底解决过去代表队要练习煞找无场地的问题。未来的青棒、成棒，还是我们未来国家代表队，都能够在这边来成为我们跟棒协、我们运动部跟棒协，还有我们这个台南市，我们一起来努力的一个方向。它从地方的这个棒球训练中心成为国家棒球训练中心，为国家培植这个新一代的3级棒球的这个优秀的选手，这个是我们非常期待的。市府强调，这座球场毋但是培养国家队的所在，更加是全体市民的财产。未来无论是互职棒球团做来用，也是委外经营，市府拢会坚持以大家拢好的原则，发挥上大的效益。透过中央和地方的合作，会当互优秀的选手伫这个所在甲功夫练好好，继续伫国际舞台替台湾争取好的成绩。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来看，糖节敬老爱心卡发出47万张哦，也毋过议员是指出讲，用500点以上的老大人无够一成，建议讲应该扩大使用的用途，去超商买物件、病院的挂号费，甚至是营养品，应该买当用点数来买。市政府是表示讲会来研究。愈爱心敬老卡，就会当坐爱心计程车、公车和代替，糖园的老大人拢感觉真方便。800点都用得完吗？每个月？800点没有用得完，有时候搭计程车啊，很好啊，我觉得这样做起来很好啊。可以坐计程车，可以坐公车，可以坐火车，非常方便。缺点是什么？我们在叫爱心车的时候要等很久。糖市敬老爱心卡发47万张，不过有议员指出，有卡的人使用500点以上的无够一成，主要是用途太过限制。大个月点数800点，敢会当坐交通工具去各边运动中心来使用。建议会当扩大用途，去超商买物件、医疗院所挂号费，提供200点，予老大人买一寡营养品来食。115年，我们也扩大了敬老爱心卡的使用范围，包含了调升台铁点数至70点，还有扩大计程车的数量至11600辆，并且我们增加了 U-Bike 2.01的电辅车。全台敬老爱心卡的福利，主要是用伫咧交通福利、
坐代替公车、计程车等等，也来讲毋是交通福利的部分。汤圆会当用伫咧运动中心、市级网球场，还佫有真侪风景区免门票。台北市、甲新北市含台中市会当用伫咧医疗挂号费，新竹市会当放零，会当伫咧农会使用敬老爱心卡，显示扩大使用已经是全国的趋势。市府回应，其他县市是伫咧市立病院使用，汤圆无市立的病院，当咧研究要安怎照顾去看病的老大人的营养状况，等待政策较稳定，就会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县的动保团体接到通报，讲有民众伫一间套房饲10外只猫仔，也毋过是无好好照顾。动保所甲动保团体去现场了解，嘛发现讲环境是真垃圾，因为只猫仔主人伫4月底出车祸住院，所以猫仔无人通照顾。即马动保团体是先甲猫仔带转去动保所。用电钻破坏壁堵，总算甲巢底内底鸟救出来。套房内除了涂骹，甚至连面床顶四界拢是鸟屎，环境卫生真无理想。新竹县动保团体5月初4接到通报，讲若像有人是10外只鸟仔咧套房，佫无好好照顾。动保团体新竹县动保所实际来到房间内，就发现有的鸟毋但无物件食，有的已经咬到咧啉马桶的水。我们进房的时候，看见有一只这个猫正在喝这个马桶里面的水，那房内也确实没有干净的饮水，跟完全也没有食物，所以可能他们都非常的饥饿。然后就是有救援出其中一只猫，它在呕吐物里面发现非常多的那个虫。根据了解，这鸟的主人是65年厝的男性，拢总饲14只鸟。鸟的主人伫4月底出车祸了，因为去住院，房间内的鸟就安尼无人照顾，才会无水、无物件通食。事主他因为车祸，然后4月25就住进了医院，但是后续到5月10号都没有进行喂猫，然后立即将猫只进行救援。那现场的房间相当的乱，然后里面的跳蚤的浓度非常高。针对事主没有能力照出这群猫，当然违反动物保护法第5条第2项哦。那饲养猫只不良的环境，然后也可能有严重致死之虞，那我们将会采取动保法，进行将猫只没入的动作。动保所指出，经过检查，这鸟因为环境垃圾，佮加上长时间无人照顾，身躯顶拢已经出现皮肤病，先由动保所安排后续的治疗佮安置，嘛拍算对鸟的主人照动保法进行处分。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有民众会利用火车来运送动物，也毋过有动保团体就指出讲，火车在运送动物的过程是有真侪乱象，毋但无顾到动物的福利，甚至佫有可能去喂着病，所以呼吁讲农业部应该就爱好好管理。动保团体人员实地来到代替行李车运送小动物的现场，画面记录到装动物的铁箱啊，也是纸箱啊，直接去用等伫涂骹，而且纽西兰土啊，就徛伫个箱底，无法度叮当。有幼犬伫个无温度控制的状况下，伫个车厢内一直改，家仔甚至为着要争取空间，全来卡死伫个纸箱外。爱兔协会指出，这个防运送的动物根本就是活伫个地狱，完全没有温度控制的情况下，会长达16个小时以上，就在这样子的地狱之中。保守预估，每年约有70到100万只的动物不当的运送者。全程无温度控制，无有够的空间，佮无水，生过线的层次甲健康的层次连做伙，恐惊会互相感染，而且死亡的宠物鼠佮会互同伴客去食。动保团体烦恼，这些动物就甲食物、农产品拢连做伙运送，是真大的传染病的空棚。其实它危害到的不只是动物福利，它更是会让台湾的生物安全，还有人畜共通疾病的这个防疫，就是它会面临一个风险。动保团体要求农业部赶紧建立专部长运输福利的规范。农业部表示，虽然6大经济动物以外的动物无纳入运送管理办法的规范，不过也是适用动保法。在动物的运送过程当中，它必须要注意它的饮水、排泄以及环境，不可以让动物受到惊吓、骚扰、痛苦跟伤害。代替表示，行李车运送动物等相关的业务只占4.2%。针对动保团体指出的缺失，会阁进行改善。若是毋是爱开发？农业部动保署表示，只要有违反法令，会转交地方政府处理。记者综合报道。
去年寒冷的雨水少哦，地区今年营养甲乃至开花状况无介好，嘛影响到旁边的收成。彰化县的农业处第二股讲，今年哦，米的产量恐惊只有去年的2成到3成哦，营养米嘛可能剩无到1成。原本这个时阵爱有高粒仔的奶枝丛，却干那透红无开花，这是因为去年寒冷，温度偏悬，欠雨水，地区彰化县奶枝丛甲灵应丛的花开少，嘛因为台湾蜂农大部分拢咧奶枝丛甲灵应丛放蜂仔采蜜，所以连带影响蜂农的收成。今年花开了无讲介好，大概差不多3成左右，搁拄着清明节落雨。连续落几啊天，尾啊灵应花咧开时落大雨，就会影响到，花嘛拍了去，就提早下课啊。蜂农表示，今年原本就因为奶枝灵应开花无理想，影响收成，要采收甲蜜的时，搁拄着落雨，嘛互采收期提早结束。奶枝蜜参去年比起来减少4成，灵应蜜剩无1成。农民就讲，极端气候互饲蜂的挑战愈来愈大。即马咧照顾蜂仔是愈来愈歹照顾，一寡病虫害，一寡农药的问题。拢爱加注意安尼。今年呢、因为雨水比较少，又碰到刚好就是蜜蜂在采蜜的这个时候，刚好这个蜜没有浮上来，所以导致说整个的那个蜂蜜的产量就减少。那以目前来估算呢，大概剩下去年的2到3成。关府农业处表示，因为气候影响，今年全台湾的蜜普遍收成的量拢无好，但是并无影响蜜的品质。关府讲会透过评鉴建立销售平台，协助蜂农行销，提高农民的收益。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高雄有消费者发现讲，伊买往来所期限的标哦，亲像有风盖过。今仔早起哦，这业者已经出面回信咧，嘛表示讲已经要求代工厂得爱交代互清楚。卫生局嘛已经去稽查咯。金色的字印伫咧包装阿巴顶悬，看起来真大版。这款包兼2人的往来所，是高雄一间高级实在行的招牌伴手礼之一。初五有民众去走行分店买杂志盒，不过摕登去厝看详细，才发现代志无对同。阿巴顶悬的有效日期有2种，时间侦查古怪过，而且边仔阁有贴票的分者。民众质疑店家敢若有改票啊？大文伫网络虽引起讨论，有民众感觉做生意无老实，实在真唔通。就是不要买过期的嘛，你快像 7。它快即食品，它也会说，它快即食啊，它会打折，它会让什么爱真实嘛？那改标这种行为不对啊。因为改票啊，牵涉到食安的问题，进前这间店的蚵仔嘛，发生洗产地证据，卫生局早起也随派人去稽查。针对民众这支改票啊，实在行业者讲已经甲正版阿卖产品拢落价装箱，等待卫生局来调查。这款产品全部拢是交给代工厂去做，店头这边完全无插手生产的规定，为什么会出现保存日期无同的状况？伊嘛等咧理清原因。我们没有办法改标，因为我们连那个钢印的日期都没有这个机器。那因为我们是跟那个代工厂配合，所以我们也还在跟代工厂这边厘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要跟所有的消费者去说声非常对不起，抱歉我们疏失的地方，因为我们并没有做到逐盒的去检查，而是成箱的检查确认没有问题就收下来，然后甚至是在上架的过程，其实我们收到货打开箱，我们其实就上架了。到底是改票啊，还是代工规定有出错？佫需要等待卫生局的调查结果。业者讲，这项往来所是逐礼拜拢会进过，到底是倒一批产品出问题，会甲卫生局配合调查厘清。消费者若是对产品有疑虑，拢会当成保存商品，到时会当摕来提前退货。记者柯家做副朝阳高雄采访报道。这件坏问题是真严重，有民间团体调查发现讲，那政府的补助有够力咯，35岁以下家长是有6成5愿意生囡仔。无亲切特别透露，内政部统计今年2月出世的婴仔才6523个人，是有史以来过一个月上介低。这件坏问题是愈来愈严重。拜四有民间团体开记者会，讲即马药件津贴，政府虽然有补助送退休家庭。说含厝内家己带囡仔的补助金额无平济，民间团体呼吁补助爱平等。就是我希望可以就是补助平权，那其实这样孩子就是像我们当妈妈的，可以有更多选择的一个空间。对，就其实因为经济就是一个我们最大的一个考量点。民间团体针对882个厝内面有6岁以下囡仔家长做调查，发现政府支持度若有够超过55%的家长愿意搁再生一个。其中35岁以下的少年家长，生育意愿甚至会提悬到65%。
民间团体是呼吁政府，甲6岁以下亲生摇囝的家庭也列入去补助范围，落实0到6岁国家做伙市的政策甲补助平等，提悬家庭生囝意愿。如果我们的经济能够受到一些补助跟平权那我们其实连生第3胎的家长意愿也非常高。那我们今年呢统计，其实是在35岁以下，他愿意就是育龄的家长不只是50%，是高达将近60%多。一笔钱出来，那我可以把这个钱拿来放在孩子的身上，也许他们就会提高一些生育的意愿，以及对孩子的一些照顾。民间团体认为，政府若准参考文化白补贴，逐个月发2万的摇囝币，预估单年毋但会当创造2000多亿的经济活动，也挺好减轻摇囝家庭的负担。记者吴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东北角风景管理处伫宜兰的壮围乡设一个休困站，外包予咖啡厅去经营。也毋过民众是怨叹讲早起11点才开门，无营业的时间，民众嘛拢无法度入去休困哦。即马管理处嘛表示讲会来甲业者参详，协调开放的时间。坐伫咖啡厅内欣赏壮围永定海埔的美丽风景，这座滨海火车站由东北角风管处造作，是最近宜兰县内上新上红的景点，游客是真介意。不过地方反映，火车站的开放时间甲方式限制伤济，因为火车站外包予咖啡厅经营，民众敢若会当透过抽号码牌才会当入去2楼，甚至楼尾顶欣赏美丽的海景，而且还有上低消费的限制。你在没有轮到号码之前，他们只能在1楼等。那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浪费的地方，这理应是一个公共设施，是一个公共建筑。11点开园，可是早上要看日出的时阵，是不是能很早，对不？他经过这个楼梯才可以上去，结果旅客来看到都。那信息都没有，就走掉了。地方嘛反映，滨海火车站每天11点才有法度开门营业，等于早起的时间，民众拢无法度入去，失去火车站推广南洋北景加鼓山日出美景的意义。互人观光、看日出看龟山岛即马煞变做红做生理所在。要来看日出的人，甲看迄个龟山岛，看海景，煞变讲入去，我入门票200。因为这个是业者他的营业的自己的规划啦，那要他早一点开门，可能这跟人力调度他早上开到晚上开到几点，这可能都会有整个相关。地方希望火车站会当提早开放，以及解决开放限制伤济的问题。东北角风管处表示，火车站便所的部分已经请清洁人员协助提早开放。若入去车站内面，因为牵涉到业者经营的规划，是不是会当提早开门，也阁爱协调。记者综合报道。原来家己的家长是 AI 技术的受害者，美国名称泰勒斯将对伊的声佮形象来申请注册商标所以必须要经过伊的授权才会当使用。美国流行天后泰勒斯人气蹭甲抓袂牢，世界巡回演唱创下无人通比拼的票房纪录。不过伊的相片甲声音却互侥幸失德的人利用，大量出现伫 AI 生成的侵quyền内容内底。为着防止这种情形恶化，泰勒斯二是向美国智慧财产主管机关提出商标注册申请，内容包括2个声音档甲一张家己穿金丝是裤身衫、手提粉红色吉他的经典相片。伊的律师表示，过去歌手主要靠著作权法保护音乐著作。现此时 AI 技术煞会当伫无复制原始录音的情形下，生成真假难分的全新内容，正法律空旁。所摆申请商标注册，希望通弥补这个缺口，提供加一层的保护。像时 AI 科技嘛，互运用伫考古领域，出名的邦贝古城伫西元79年，互火山喷发砍过去，真侪人袂赴走。考古学家后来伫邦贝城外口的别庄附近找到2个罹难者的遗骸。头一摆利用 AI 演算 3D 扫描建模加相片整修技术，将其中一个查甫人在生时手提飞啊影盘，保护头部想要逃去海边的场景，重现互世人。迄阵后壁火山当咧爆发，火山就向伊飞过来，这个查甫真惊吓，身躯顶载一个灰啊油灯，十个当白，尾再挂一个铁环，伫满是石头的路林管公走，目一年就是生甲死。可以落去
si tratti di uno strumento che in futuro sarà sempre più importante non solo per affrontare la vastità dei dati che emerge a Pompei e in altri siti, per tutelare un patrimonio fragile e esteso come appunto la città di Pompei, ma anche per raccontare un patrimonio molto articolato, molto ricco, un pubblico sempre più diversificato. 帮 AI 福气，未来的人对这场浩劫、各有类似危机的生成甲演变，会有更较深的认识甲了解。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下晡半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9度；华岛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